竟正常一碗淡仔米線嘅份量同埋一個蒟蒻麵嘅份量究竟有幾多呢？今日咧同大家 fact check 一下減肥究竟可唔可以日日食蒟蒻麵先？米線同埋蒟蒻麵咧，對於減磅嘅朋友仔嚟講咧，個分別就係在於澱粉質個含量啦，同埋個升糖指數。而米線咧嘅升糖指數咧介乎就喺40至到60之間，屬於中低嘅升糖指數。而煮得越腍嘅米線咧，佢哋嘅升糖指數咧就會越高啦。而蒟蒻麵咧，佢係含有水溶性嘅纖維，所以澱粉質含量唔高，而佢嘅升糖指數咧亦都係偏低嘅。而減磅嘅朋友仔咧都要食翻適量嘅澱粉㗎，唔好單靠咧淨係食蒟蒻麵減磅啦。如果係上一餐啦，澱粉質可能攝取得多咗嘅話，咁下一餐就可以食翻蒟蒻麵呢啲輕宜少少嘅澱粉質咧去做翻一個 balance。公開翻正常一碗淡仔米線同埋蒟蒻麵嘅重量先，米線咧分別就係有327g嘅，而蒟蒻麵咧就有210g。正常一碗米線嘅話咧都真係偏多啊個澱粉質。計翻起上嚟嘅話，足足有2碗飯嘅澱粉質。而減磅嘅女士咧，食淡仔米線咧，記得一定要叫小米啊。營伴 fact check 師幫你認真 check 下先。